来看这个高雄的警方抓到一团暴力特效放荡来的集团，这个叫做“请诚实”的集团，讨钱的手段真粗残，会讲骂、讲抢、讲吓，搁会讲掠去领地、掠去拍。警方弄破因的贼窟，查扣着毒品、空气枪，甲价值2亿的地契，逮捕9个人。别动！别动！快动！快动！ 伫庆中队公立厝内了后，一群人未赴欢迎，手头的动作也未停，就拢互包围。小姐，想要走嘛走袂去，拢总互抓起来。你叫啥名？麦当，救生出来。共款两杯互压制铐起来，警方去年11月分别伫咧高雄礁城、林埔丁区逮捕当地暴力土销集团的成员。警察26岁黄姓嫌犯用金主的身份出钱，请王姓查甫人成立请诚实集团。若是被害人无如期纳利息，就会互侮辱、威胁、拍，甚至翕本下的相片。也是有阿姨借钱落跑了后，强迫卫生纸签本票行销一款喊过的情形。 看集团的群组内底拢是土销的影片，其中一段2分钟的影片，被害人手互绑起来，带到外口，互暴力对待，甚至因会到被害人引导打、欠钱、还钱、天公地道的字条，一字一句拢互人感觉惊吓。这款的行为，拢会当看到集团成员的手段是非常粗残。一举瓦解犯罪集团后，违反组织犯罪条例、刑法、重利、妨碍自由等罪嫌。 来移送地检署侦办。请诚实集团行为无老实，阁真恶质，即马成员拢总互逮捕上班。搁登去看集团内部兄弟共心、日进斗金的牌匾，袂输咧甲因口水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